喂，哎，老婆，来哟。等下你往那卡上用他们送啊。那什么路车车大牛车呢？给钱嘛的，你要广大人卡你要红光红的哪里是？有啊呢。这个要买的，那个是不是去了？有。好。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，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，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。抖音。